83-95，廣東陽光隊喺常規賽嘅最後一個主場咧，就係虎頭蛇尾啊，輸咗一場比賽。咁其實就喺比賽嘅開局咧，其實廣東隊展現出一個好好嘅專注度同埋好強嘅一個防守強度。你見到昆尼同埋麥卡奧嘅防守端對於對方嘅一啲嘅防守壓力嘅展現啦，同埋黃少傑對於馬坤道嘅防守啦，完全不處於下風啦。其實第一節廣東隊已經造就咗對方有7次嘅失誤，而打完半場，福建隊已經有12次嘅失誤。但係點解喺第一節或者講緊上半場打得咁燦爛嘅情況下，廣東隊冇辦法可以將個分差拉到一個足夠大嘅安全值咧？其實有一個危機或者講一個伏筆喺第一節已經展露出嚟，就係講緊我哋嘅3分球命中率。第一節廣東隊嘅3分球命中率只有8射2中，呢個就係因為點解昆尼喺第一節期打咗好多好精彩嘅入攝嘅一啲嘅突破啦，或者係好燦爛嘅一啲嘅進攻，始終冇辦法將個分差拉開。冇3分球啊嘛，而反而福建係可以憑藉住1-2個回合入到3分球，咁所以你呢個分差一直都拉唔開。係大家都可能會好唔滿意一樣嘢，就係我哋喺第二節曾經一度領先19分，但係點解最終又係輸波嘅咧？其實咁樣嘅情況喺之前好多場常規賽、好多場比賽已經暴露過出嚟，就係話而家喺10分鐘嘅賽制當中容錯率好低，而另外一方面咧，19分一個分差喺成個第4節或成個下半場嚟計咧，其實係一個完全可以追得翻嘅一個嘅差距嚟。只要你喺第3節開始，你冇辦法維持翻上半場嘅呢個防守強度，或者自己嘅進攻突然間斷電咧，其實就好容易就冇咗噶啦。嗱，仲有一樣嘢就係喺上半場，我哋兩個外援麥卡奧同埋昆尼咧都已經有 foul trouble 嘅一個呈現出嚟，兩個都有3犯。而喺第3節當隨即要落去休息嘅時候，咁啊其實廣東隊嘅進攻端亦都係出現咗阻滯啦。咁所以麥卡奧嗰次回防咧，好快就攞到自己第4次犯規，呢個亦都係嚴重影響到佢嘅上場嘅時間。咁當然啦，嗱冇3分球啦，防守強度嘅下降，呢個係第3節開始我哋輸波嘅原因。而另外啱先我亦都係最後問咗徐傑，我話喂，點解你去到下半場好攰咁嘅樣嘅，成日要叉住自己嘅膝頭哥嘅？佢話其實我腸胃炎，個肚啊搞住痛，彎低腰咧會舒服啲，一企起身咧就好唔舒服。咁所以其實傑師傅今日原來一直係腸胃炎咁樣大病上場，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今日傑師傅嘅進攻效率會咁低啦，一個原因。嗱，成場波打完啦，除咗3分球之外咧，籃板亦都係一個輸波重要嘅優勢。我哋一共係輸咗俾對方10個籃板，咁所以就係令到咧自己嘅失誤俾對方要少一半嘅情況下，最終都係輸波。因為我哋喺第4節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彼得神係一個可以瞬間爆發得分嘅一個能力嘅一個球員嚟嘅。佢喺比賽膠着嘅時候，佢一啲嘅超遠3分或者一啲硬解3分好攞命，就係喺同佢嘅3分對攻之下，我哋冇辦法可以喺3分線上俾予一個回應嘅情況下，所以最終就係好難追啦。嗱，事已至此啦，廣東隊而家只能夠排第5嘅啦，仲有冇機會排到前4咧？唔單止自己要喺剩低嘅2場常規賽要保持不敗之餘，亦都要祈求另外一邊廂嘅北京隊咧，佢哋要輸波先得。咁所以無論最終常規賽嘅排位去到邊度，對於廣東隊嚟講，其實都係要打嘅。咁所以事已至此，亦都希望球員唔好再諗呢場波嘅結果啦，不如用剩餘嘅2場比賽咧，好好地調整自己嘅狀態。嗱，舒寧加嘅復出啦，焦總嘅回歸啦，呢個亦都令到廣隊喺內線嘅輪換方面咧會充足好多。咁亦都希望球員真係重拾士氣啦。咁就希望喺季後賽開始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更好嘅狀態。咁今期福本係咁先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